離譜到家啦！昆明自己經銷商連夜捲錢走佬喎，30幾萬購車款直接打水漂，傻更更車主慘遭血虧。哇！新能源車行連環爆雷潮先至正式開打咋。Hello， 各位老友記，歡迎嚟到大粵頭條，我係主播 Chelsea。今日同埋大家扒一單近期轟動咗成個汽車圈嘅大新聞，真係唏噓又好氣啦！昆明自己授權經銷商一夜之間直接捲款走佬，上百位車主交錢提唔到車，最終錢車兩空。呢一單勁爆嘅事件，徹底揭穿咗當下新能源汽車巨度暗藏嘅致命漏洞，亦都俾所有準備買車嘅街坊好狼死咁敲響警鐘，買車千祈唔好貪平。貪高返利，隨時踩入無底深坑。今次出事嘅係自己昆明正規授權經銷商昆明自己粵行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佢喺當地經營3間自己門店。今次出事嘅核心爆發點就係人流量最大嘅官渡總店啦。時間翻到2026年7月7號晚，昆明晚高峰啱啱結束，門店仲燈火通明，一切睇落正常。當日下晝先至存款落車嘅一位車主，突然之間收到銷售嘅微信，淨係冷冰冰一句店鋪出咗事啦，得閒過嚟睇下。車主即刻趕去現場，當場徹底呆晒。展廳入邊，金融公司工作人員有條不紊咁拖走所有嘅展車，成個過程安靜得可怕，冇爭吵冇糾紛，只係剩低車身刮過門框嘅沉悶聲響，詭異得令人心寒。第二日朝頭早，門店已經徹底人去樓空啦，電腦、文件、設備全部搬空晒，滿地廢紙，牆上促銷海報搣得破爛不堪，唯獨門口交付中心嘅燈箱仲喺度着住。以往大家都以為先至係老舊燃油車 4S 店先會執笠走佬，點知風頭正盛嘅新能源門店都可以一夜崩塌㗎喎。7號晚到場嘅受害者唔係第一個，亦都絕對唔係最後一個。個事件嘅起因源自店家一套極具誘惑力嘅延期提車、高額返利嘅套路。早喺6月16號，已經有車主喺呢間店落訂咗自己車型啦，整車落地接近36萬，雙方約定15日正常提車。簽完正規購車合同之後，個銷售即刻遞上一份補充協議，個話術極度誘人。門店有廠家專利補貼，唔急用車可以延遲提車，白搵大額嘅返利。具體規則就非常之誇張啦。然後2個月提車，一次性返利75,800蚊，短週期延期都有58,800蚊補貼。短短2個月收益接近8萬，年化收益率係直接突破咗40%，遠超市面所有正規理財。全店銷售嘅話術係一模一樣，好明顯係統一培訓嘅收割套路啦。好多車主本身就有車代步嘅，就唔急於換車，細細一算，2個月揾7萬幾喎，抵得上普通人幾個月嘅人工啦。一時貪念上頭，毫不猶豫簽落咗延期協議，安心等候提車同埋返利。但係所有人都忽略咗最致命嘅問題啦，正規車行絕對冇可能有咁誇張嘅補貼回報，天下根本就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直到7月8號門店徹底執笠，車主先至如夢初醒。所謂嘅廠家補貼，完全係門店作出嚟嘅大話。店家真實嘅操作就係典型嘅拆東牆補西牆，用後期新車主嘅存款去填補前期車輛合格證嘅抵押欠款，維持現金流嘅運轉。一旦客源減少咗，資金周轉斷裂，咁騙局即刻就崩盤啦。老細直接捲錢走佬。而家上百位受害車主全部陷入咗2大死局。第一類存款已經付清，但係車輛一早俾門店抵押俾金融公司，欠款未結清，無法解押，交錢永遠提唔到車。第二類僥倖開走個車嘅，但係合格證一直押喺金融機構，冇合格證無法上牌，幾十萬買嘅新車等於廢車一樣，唔可以合法上路。最慘嘅就係當初貪圖返利簽咗延期協議嘅車主啦，等於雙重踩雷。車冇見到，幾萬蚊返利徹底泡咗湯，幾十萬存款血本無歸。而車主維權更加艱難，錯綜複雜嘅資金流向、抵押關係、債務糾紛，普通人根本無從下手追討損失。
今次爆雷嘅昆明智合悅行屬於傳統經銷商模式，並非係自己直營，3間門店全部自負盈虧，獨立經營嘅。事發之後，車主同埋債主揾到法人代表，對方就坦然承認咗資金鏈徹底斷裂啦，長期入不敷出，徹底撐唔落去。門店帳面嘅壓力非常之恐怖，單係官渡總店嘅年租金就高達咗169萬，全年人工成本50萬，疊加另外2間分店嘅租金，3間門店一年嘅硬性鋪租開支就超過咗369萬，仲未算展車質押嘅利息、廠家任務押金、日常運維嘅開銷。新能源門店裝修豪華，運維嘅成本高，但係收入咧就極度依賴銷量同埋廠家返利啦，容錯率極低。新能源門店睇落光鮮亮麗，但係盈利邏輯極其脆弱。門店可唔可以存活咧，完全取決於回款嘅速度同埋廠家返利到帳嘅效率。一旦係銷量下滑、庫存積壓、廠家返利審核延遲咗、合格證解押嘅週期拉長，現金流隨時1秒斷裂，每月14萬嘅固定鋪租壓頂，咁銷量一旦跟唔埋咧，虧損就會越滾越大，執笠早就已經注定咗噶啦。更加關鍵嘅係今次個案絕對唔係偶然，而係成個新能源巨島嘅行業縮影。自己2026年上半年嘅銷量超過咗4萬台，喺新勢力當中穩居中上嘅水準啦。品牌銷量完全冇問題，但係大家一定要分清，品牌賣得好啫，絕對唔等於線下嘅門店揾錢嘅。授權經銷商模式最大嘅弊端就係主機廠只係你鋪貨衝銷量，所有嘅租金、人工、資金過港、經營嘅風險，全部壓晒喺經銷商承擔。品牌熱度同埋單店嘅盈利之間，隔住經銷商資金管控能力嘅巨大鴻溝，而呢個位置就啱好係行業爆雷嘅高發重災區啦。睇返汽車流通協會嘅權威數據，2026年上半年全行業淨係12% 經銷商完成咗年度過半嘅任務，超70%經銷商銷量唔達標，其中將近40%嘅門店完成率係不足70%嘅。大半車行上半年已經陷入咗嚴重嘅虧損，踏入到下半年，車企價格戰越演越烈，廠家嘅銷量任務不減反增，經銷商現金流只會越發緊張，走佬執笠潮將會持續爆發。行業數據更加殘酷啦，截至2025年底，國內新能源門店多達咗2.6萬間，同比暴漲21%。2025年全年新能源總銷量係1300萬台，平均分攤落所有嘅門店，單店嘅平均銷量唔夠500台。扣除比亞迪啦、理想、特斯拉呢啲頭部品牌控級效應，普通新勢力門店嘅年均銷量甚至係低於300台嘅。一台新能源車均價係18萬，單店嘅年流水睇落係接近到9000萬啦，但係行業毛利率淨係10%到12%，扣除咗鋪租、人工、金融利息、運營嘅成本之後，淨回報薄如紙。為咗撐住經營，大量中細經銷商只能夠靠高槓桿、高質押、違規套路嚟續命，抗風險能力遠比傳統燃油車 4S 店更加差啦。梳理近幾年車行執笠軌跡，可以發現新能源門店走佬同埋舊式燃油車 4S 店爆雷嘅套路係一模一樣嘅，永遠係5步死循環。第一個推出超高額延期返利，挪用車主存款填補流動資金缺口；第二個批量抵押新車合格證，向金融機構拆借資金周轉；第三個銷量下滑，庫存積壓，廠家返利遲遲唔到帳；第四個每月租金、人工、利息集中到期，資金鏈徹底頂唔住啦；第五個無力續命，直接失聯走佬，金融機構上門拖空晒所有嘅展車。唯一嘅區別係以前出事嘅係賣唔喐嘅冷門燃油車，而家出事嘅係熱度在線嘅新能源品牌。呢種隱患更加隱蔽，消費者下意識覺得新能源靠譜，唔會踩坑，放鬆警惕之後，反而更加容易被收割啦。自2025年至今，新能源門店爆雷早就已經常態化。今次自己事件之所以全網刷屏，係因為店家將古老嘅騙局全面升級，用40%年化超高返利，精準拿捏消費者嘅貪念。正規汽車促銷係絕對冇可能有呢種收益嘅，所有車主都係明知超高回報唔正常，仲心存僥倖入局。最終就付出咗慘痛嘅代價啦。好多人好奇點解偏偏係7月7號當晚突然之間崩盤呢？呢個時間點根本唔係巧合。每月月初7號前後係車行固定發工資
結算金融質押利息嘅還款日，多重債務同時到期，咁門店咧夾唔齊一分錢，所有壓力瞬間就爆發啦。金融機構提前佈局清資產，先拖車後執笠。套路一清二楚。過去3年，新能源行業野蠻擴張，廠家瘋狂咁鋪巨道、擴規模，經銷商借住高槓桿扎堆入局，行業高速增長時期，人人有湯飲、有錢揾。但係2025年之後，市場增速放緩咗，內卷加劇，價格戰慘烈。2.6萬間門店爭搶萎縮嘅市場蛋糕，再加埋新能源車型18個月一次大改款，舊車貶值極快，庫存積壓一日，虧損就加重1分。可以話，昆明門店睇落係俾169萬嘅鋪租壓垮咗，實質係經銷模式嘅缺陷，高息攬客套路、合格證質押、回款到期錯位4大行業死穴疊加爆發。只要仲係呢一套經營嘅模式，往後仲有源源不斷嘅車行重蹈覆轍。值得慶幸嘅係，今次自己官方係冇甩拖嘅。過往絕大部分嘅經銷商爆雷，車企都會即刻發聲明撇清關係，話係門店獨立經營，消費者維權冇門。但係今次自己車行主動兜底，對接所有受害嘅車主，針對全款未提車嘅、冇合格證無法上牌嘅問題統一處理，都算係業界良心啦。但係大家要清醒，單一品牌兜底救唔返成個行業，新能源渠道嘅結構性漏洞依然存在。下一次門店走佬，未必仲有品牌願意承擔，多數嘅受害者最後都只能夠自認當黑。案發當晚，空店門口嘅交付燈箱徹夜長鳴。第日車主到場啦，睇住空蕩蕩嘅展廳，滿地廢紙，踩爛咗嘅額外補貼傳單，先至徹底醒悟，所有睇落着數嘅福利，全部係包裝精美嘅殺豬盤。行業火爆嗰陣，人人都以為新能源係風口紅利，潮水退去先發現，大部分嘅經銷商仲喺度用舊式車行粗放嘅借錢套路嚟生存，完全冇跟埋新時代嘅經營邏輯。時至今日，一眾受害車主依然喺度苦苦等候結果，盼車、盼錢、盼講法，發人電話偶爾接通，只係低低咁講咗句我盡力諗辦法，之後再無音訊啦。商界永遠係咁，所有天上跌落嘅餡餅，底下一定係挖好咗嘅深坑。呢句說話好簡單，但係足以幫90%消費者避開大坑。買車永遠唔好貪平、貪超額返利，唔好信非常規嘅套路，踏實消費、理性避坑，先至係最穩陣嘅自保之道。唔知各位老友記睇完今次自己車行走佬嘅事件，有咩睇法呢？歡迎喺評論區度留言傾偈，分享你買車嘅避坑心得啦！